2019年，一場恐怖主義風暴襲向香港，有人妄想透過恐怖活動同埋勾結外部勢力嚟進行分裂國家、顛覆國家政權嘅刑事行為，試圖將天上嘅星星砸下，令到呢座城市失去光明。香港國安法正好守護呢座城市，令香港重見光明。佢又如一盞指路明燈，令每個人都知道自己係行緊喺一條康莊大道，亦或係一條會留下危害嘅歪路。香港人一直享有嘅權利同自由，喺香港國安法實施下，繼續依據基本法、國際公約持續享有。影響嘅只係一小撮侵害國家同你我利益嘅人，再配合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，雙劍合璧，完善修補國家安全嘅缺口漏洞，令中港嘅利益、大家嘅生活可以喺社會健康發展下得到保障。喺國安法嘅護蔭下，社會上、街上面唔會再有破碎嘅玻璃同尚未熄滅嘅火種，而係絡繹不絕嘅遊客同排隊嘅人龍。經濟上，年輕一族大膽創業、革新發明，同一時間外資企業不斷來港投資，恒生指數飆升，創下成交額新高。香港再次成為一個人才濟濟嘅經濟大都會，到處都係新機遇同希望。以國之名，護港之安，以法為舟，載夢遠航。